在日人在日前要来拍土豆，即马正是土豆大出的时。云林火尾镇公所为了好这农友顺利的拍土豆，嘛避免讲影响交通甲用路人的安全，今年特别伫镇内22个里设长超过20公里的定点的土豆亭，申请是6月7到7月31的道路使用权。咱农友若有需要，会当打电话给农经科。 即马是土豆的采收期，后尾镇公所为着让农友会当安心来拍土豆，避免造成交通问题，今年就特别统一申请路权。申请这个晒花生的路权哦，安尼感觉真好啦。花生种植面积有620甲啊，从今年的6月1号到7月1号2个月时间，咱来替农民申请铺晒场。 拢总有54个地方。后尾镇长林高宏嘛提醒农友，使用完了后，就要甲环境恢复清气。若是想要延长使用，也是其他的所在，拢会当透过公所来申请。也可以向当地的里长或者一通电话来我们农经课来提出申请，我们都会来帮各位民众来办理。如果咱的农民有需要，也可以家己找好所在了后。 来申请。后尾镇公所嘛已经指示警方甲各区的巡守队来加强巡逻，守护农民的修行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